大家好，最近股市可以話真係十分之精彩。星期一，港股報寫咗3000點，以點數跌幅嚟講，已經係創咗紀錄，仲誇張過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。美股由高位累計已經跌咗超過21%啦，曾經跌過，最近彈翻起。啱啱星期三暴漲翻10%，然之後星期四又跌過5%，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精彩。咁波動嘅股市背後，全因為兩隻字：關稅。呢一幅係標普500指數嘅周線圖。先簡單介紹下咩係標普500指數先。呢一個係一個指數係可以最代表美國股市嘅表現，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佢涵蓋咗美國上市公司80%左右嘅市值。第二，佢包含咗唔同嘅產業，納入去呢檔股票指數嘅公司有金融業啊、科技業、運輸業等等嘅，仲有例如好似 Costco 呢啲咁嘅零售業都會包括喺裡面，可以好好反映美國唔同產業嘅表現啦，佢哋獲利嘅表現。第三，納入得標普500指數嘅公司全部都係一啲大市值，真係有盈利支撐，而唔係一啲投機炒賣性嘅細公司、空殼公司。以上種種原因加埋一齊啦，令到標普500指數可以係代表美國股市嘅表現啦。甚至陣間會講到係一個股市係可以反映出未來經濟嘅走勢嘅。好，我哋慢慢嚟。但係你可能會話，我冇買股票都唔關我事啦。又或者，你一早已經知道呢個股災會發生，所以一早已經走晒咯。嗱，唔好誤會，我今日唔係想教你或者俾啲咩建議你去做任何 action， 去買啲乜賣啲乜。我今日只係想分享一啲我新手時期我想知道嘅知識，但係冇人教到我，我亦都覺得我揾唔到呢類型嘅題材。我當時我花咗好多時間去資料搜集啦，用咗好多時間去慢慢去學習，先至摸索到呢啲知識。所以今日我想個人嘅少少分享啦，咁就整合咗一啲資料去話翻俾大家聽。今日主要講兩樣嘢，第一，經濟成長同埋通脹之間嘅關係；第二就係經濟成長同埋股市之間嘅關係啦。先講第一個 GDP 國內生產毛額，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，就算冇接觸股票都好，就係講緊一個地方一個經濟體啊所產生嘅價值總和。例如你返 part time 80蚊一個鐘嘅時薪，然之後你返咗4個鐘，咁就加埋產生咗320蚊嘅價值。呢320蚊嘅價值就會反映喺國內生產毛額上面嘅。俾大家有少少 concept， 2023年嘅美國 GDP 係27.72兆美元，中國17.79兆美元，香港3808億美元，而1兆等於1萬億啦。所以美國嘅 GDP 大概係香港嘅72.79倍。就咁睇就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啦，有好多個零喺後面。但係其實我哋股市比較 care 嘅係一個 GDP 嘅成長率，比每季比較嘅成長率。呢一幅係截取自 investing.com 嘅美國 GDP 成長率 compare 佢上一季。我哋可以睇到近梯圖附近嘅2025年3月27號公佈咗一個數字，就係 2.4%。呢一個數字就係反映緊2024年第四季度嘅 GDP 成長率係 2.4%。咩意思呢？就係講緊2024年第四季度嘅 GDP 數字比起2024年第三季度嘅 GDP 數字成長咗2.4%。我哋再睇落去，跟住講通脹先。通貨膨脹簡單啲一句講晒，就係相同嘅商品、相同數量或者重量嘅商品啦，而家要俾更加之多錢去買。你可以有兩個角度去睇。第一就係一件商品貴咗，又或者你另一個角度睇就係
你手上嘅貨幣消費力低咗。而衡量通貨膨脹有好幾個指標嘅，最常見嘅其中之一就係 CPI， 就係中文就係消費者物價指數啦。我哋舉個例子啦 ，investing.com 嘅2025年3月12號公佈咗，就係 2.8%， 即係講緊2025年2月嘅 CPI 係 2.8%。我哋舉多個例子。啱啱前2日公佈嘅 CPI 數字就係講緊2025年3月係 2.4%， 咩意思呢？就係講緊今年2月嘅時候，我買一嚿包係8蚊嘅，但係去到3月嘅時候，我要俾8個1毫92先至買到同一嚿包，同一數量、同一個重量嘅包，呢個就係通脹嘅結果。因為今日主要係想簡單介紹下俾投資初哥啊、新手聽下，所以就我哋唔講咁多 GDP 同埋 CPI 背後嘅公式計算同埋有啲咩漏洞啦。呢啲我哋遲啲未來再探討下，今日就輕輕介紹下先啫。嗱，GDP 經濟成長啦，可以係導致通貨膨脹嘅，呢個可以理解。但係經濟成長唔係導致通貨膨脹嘅唯一原因，仲有好幾個原因㗎。例如一個需求拉動型嘅原因啦，打個譬如就係10個蘋果10個人想買，而家有20個人想買，咁自然價高者得啦。咁蘋果嘅單價就會抬高咗啦。跟住亦都可能係你手上嘅貨幣貶值咗，譬如我以往買開一件日本嘅商品就係10蚊港紙就買到嘅，但係最近港紙貶值，又或者日圓升值啦，我而家需要用到12蚊、15蚊先至買到同一樣數量或者重量嘅日本商品，呢個就係通脹啦。再唔係就 QE quantitative easing 量化寬鬆政策就係印錢。背後咩原理呢？就係因為貨幣嘅供給量大咗，商品量冇變，然之後貨幣流通嘅貨幣多咗，自自然然咁就係價高者得，造成一個通貨膨脹嘅現象。呢個就係好簡單咁樣介紹咗經濟成長同埋通貨膨脹嘅關係啦。我亦都想俾大家知道，經濟成長同通貨膨脹係兩樣獨立嘅嘢嚟嘅。經濟成長可以導致通貨膨脹，但係經濟成長唔係導致通貨膨脹嘅唯一原因，所以係兩樣嘢嚟嘅。好，我哋再繼續，我哋講第二個 topic， 經濟成長同埋股市之間嘅關係。呢一幅圖好簡單概括咗一個經濟週期啊。簡單啲講，擴張期就係經濟越嚟越好，收縮期就係經濟越嚟越差。但係如果現實經濟週期咁簡單就好啦。尤其我哋生活喺一個充滿好多不確定性、好多隨機性嘅現實世界，經濟週期好難去做預測。或者你睇下下幅圖就知點解。呢一幅先至係一個真實發生緊嘅經濟週期，冇規律性可言，亦都唔可以預測每一次嘅經濟好或者經濟差持續嘅時間係幾耐，幅度幾多。啱啱經濟好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唔代表未來經濟一定會差返同樣時間咁長，幅度一樣咁差嘅時間。啱啱經濟好差，亦都唔代表未來一定會經濟非常之好。就係因為呢啲，就係因為現實世界充滿好多不確定性、隨機性，往往衝落去山谷嘅時期，都會伴隨住一個經濟衰退啊！我哋睇下美國勞工統計局俾出嘅定義就係連續2個季度嘅
國內生產毛額 GDP 負增長，咩意思呢？亦都即係連續2個季度嘅 GDP 成長率係負數。我哋去返 investing.com 嘅數字睇下。嗱，investing.com 俾出嚟嘅係一個經濟嘅成長率，一個 GDP 嘅成長率。呢度冇經濟衰退嘅，但係我想教下大家點樣睇先。我哋睇2025年3月27號啊，佢俾出咗一個 Q4，即係2024年第4季度嘅 GDP 成長率係 2.4%。呢個頭先我哋稍早嘅時候都有提及過，但係點解同一個 Q4 嘅數值會重複咗3次呢？就係因為我哋頭先講過，美國2年前嘅數值都已經係成27兆，好多個零喺後面。統計係需要時間，統計有錯誤，亦都需要有修正嘅時間。所以我哋會見到1月公佈咗第一次咧，一個初次嘅公佈；2月係一個第一次修正；3月就係一個 finalize， 一個最終確定準確率最高嘅數字，就係咁睇啦。所以你就會見到同一個 Q4 2024年第4季度嘅數字就會出現咗3次。咁我哋翻返去經濟衰退啦，我哋睇一個最近經濟衰退嘅例子。講經濟衰退之前，教大家點樣睇咩叫加速放緩先。經濟成長率正數，咁好易理解啊！一個經濟成長率正數 GDP 成長率正數嘅話，咁就係一個證明佢係比起上一季真係成長緊啦。呢個好易理解。加速嘅意思就係，譬如啱啱2024年第4季度 2.4%， 嚟緊2025年第1季度嘅 GDP 成長率係 2.5% 嘅話，意味住就係比起上一個季度成長得快咗多咗，呢個就叫經濟成長加速。相反，如果2025年第1季嘅 GDP 成長率係 2.3%， 咁就比2024年第4季度嗰個 2.4%， 咁就成長得慢咗啦。呢一個就係叫經濟成長放緩，就係講緊2個季度 GDP 真係成長緊嘅話，比較緊佢哋嘅成長嘅速度有冇變化。嗱，但係如果係經濟衰退嘅話，就唔係睇2個季度之間成長咗幾多啦，而係真係睇一個 GDP 成長率係負數，亦都係頭先美國勞工統計局俾出嘅定義，連續2季嘅 GDP 數值係出現咗負增長。唔明唔緊要，我哋慢慢嚟睇一啲實際嘅例子。最近發生一次經濟衰退嘅例子就係2022年第1、2季度。我哋可以睇到2022年6月出咗2022年第1季度嘅 confirm 咗嘅 GDP 成長率係負 1.6%， 第2季度係負 0.6%。由於連續2個季度 GDP 數值出現咗負增長，又或者用呢度嘅講法就係 GDP 成長率係負數值，連續2季都係，咁就已經符合咗經濟衰退嘅定義啦。但係佢同股市究竟有咩關係呢？我哋再睇落去，呢一幅圖係標普500指數嘅週線圖。右下角嗰度我放咗頭先2022年第1、2季度嘅 GDP 成長率，方便大家睇返。我哋就算最早知道經濟衰退出現嘅時候，都要數到去2022年7月尾先至 confirm 到係先至初步知道係經濟衰退出現啦。但係其實股市最可以代表股市嘅標普500指數啊，早喺2022年嘅1月嘅時候已經見咗一個山頂嘅位置，及後係一直慢慢咁樣下跌落去。
包括去到我哋初步知道經濟衰退嘅時候啦。當你初步知道嘅時候，其實股市已經跌咗好多，甚至係準備見底嘅。最尾足足跌咗27%有多。呢度想表達嘅係股市比起 GDP 成長率、GDP 呢啲數字一早已經行先咗。喺呢個例子，早半年已經行咗啦。股市比起經濟早半年已經有所行動。你可能話呢個只係咁啱，只係僥倖。我哋再睇多個例子。再上一次發生經濟衰退嘅時候就係2020年第一二季度。嗰陣時係啱啱爆 Covid， 咁就引發咗投資者同埋呢個市場擔憂呢個經濟衰退嘅危機。咁睇數字上面，其實2020年第2月咧係未有經濟衰退嘅，但係2020年2月嘅時候，短短4個禮拜裡面，足足跌咗35.3%，係一個好嚇親人嘅跌幅嚟，仲要係短短4個禮拜裡面。當你初步知道原來第一二季度係出現衰退嘅時候 ，which is 係7月啊，其實股市一早已經好翻晒，甚至係爬翻上去。市場擔憂經濟衰退嘅之前，準備係屢創新高添。如果當你知道經濟衰退真係嚟嘅時候，你先至會有所行動，你已經會 miss 咗好多嘢。喺呢個例子，股市早喺5個月之前已經有所行動。我哋再睇多個例子，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。我哋初步知道2008年第3、4季度出現一個經濟衰退嘅時候，係大概係2009年1月嘅時候。但係股市早喺2007年7月已經見咗一個山頂嘅位置，及後嘅一年多啲，甚至係陸陸續續咁樣跌到去我哋初步知道衰退嘅時候。所以當我哋知道衰退嘅時候，其實都已經準備見底，股市準備已經係爬翻上去。成個股市喺呢個擔憂去到真係發生經濟衰退嘅時候，足足跌咗57%有多，係一個非常之跨幅嘅跌幅。一世人可能就係見到1、2次呢啲，但係足以嘅嚇死晒咗好多人。係呢一個 example， 股市早咗好多，甚至係超出咗頭先講嗰半年9個月嘅數字。因為仲有除咗經濟衰退，亦都有次按危機、雷曼爆煲嘅等等嘅例子，引爆咗呢個股市嘅擔憂。翻嚟今日2025年4月。其實股市早喺2024年嘅12月已經見咗山頂嘅位置，喺啱啱今年2月嘅時候嘅山頂衝到落嚟最近谷底嘅位置，足足跌咗21% 有多。一般情況下，如果唔係擔心經濟衰退嘅話，其實係唔會跌咁多。至於原因係咩？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好有共鳴，就係關稅呢2隻字。亦都係啱啱片頭有講過，關稅充滿好多不確定性，尤其同好多國家有唔同之間嘅貿易摩擦，充滿好多隨機性，市場唔知道未來嘅走向係點，亦都為市場同埋投資者帶嚟咗呢個經濟衰退嘅擔憂，所以股市一早已經跌定先，就算將來冇經濟衰退都好。正如頭先講過，股市係一個炒預期嘅市場，因為就算我哋睇而家睇 investing.com 嘅數字 ，GDP 成長率都係未出現負數。不過標普500指數係會跌定先嘅，呢個就係一個市場集體嘅共識。
至於未來嘅走勢係點，咁就冇人知道。正如 Howard Marks 所講，一位好厲害嘅投資人，我最近先至翻睇咗一次佢嘅著作《掌握市場週期》。冇人知道未來會點樣發生，就算佢係一位好勁嘅投資人，佢都唔知道。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好好 focus 喺而家，好好學習過去嘅歷史。雖然未來唔會好似過去咁樣，過去歷史完全相同咁樣發生，但係總有啲相同嘅位置，我哋可以學習。因為股市係一個人性嘅遊戲，每次都係不斷咁樣重複。掌握市場週期呢本書係一本好書，我都推介大家去睇下。所以好好 focus 喺而家，為未來做好準備，好好打算。冇人知道未來發生啲咩事，就係咁。好啦。段片都講得有啲長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。好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